喂，大家好，今日想講一講個 topic 係有關悶市嘅，因為尋日咁啱見到啲朋友咧，佢都有玩股票，咁大家都討論咗最近個市好悶。咁其實睇其他 YouTube channel，可能係 Carl Williams 都有講3月真係好悶。咁唔緊要，咁我想講一講其實悶市嘅時候，我哋邏輯上或者理智上係有啲咩可以做。咁第一件事，我想去點樣去 define 一悶市先，因為有陣時悶市其實好主觀。因為你覺得悶市，可能人哋總有啲人係賺緊好多錢，或者係人哋覺得悶市，你自己賺到好多錢。咁所以我哋去點樣去客觀地去分析呢個主觀嘅諗法咧，就係究竟本身你個 playbook，即係 playbook 嘅意思係你本身嘅玩法啦，夠唔夠去應付一般嘅市況，或者係過去嘅情況係點樣？即係我假設2024年嘅12個月入邊，我大致上可能只係得十幾日，我覺得好悶嘅啫。係啦，咁去到三月，我真係覺得成個三月都好悶嘅。好啦，咁所以我 define 翻咗我自己嘅 playbook，其實係應該夠應付大部分情況嘅時間。咁所以咧，我自己嘅 playbook 係夠嘅。咁但係都總會有啲時候係發生真係特別悶㗎嘛。好啦，咁所以咧一開波，我想大家去 define 翻咗。你嘅 playbook 本身係夠唔夠應付緊本身嘅市況，或者係過去一般嘅市況？如果夠的話咧，如果夠的話，即係我當你而家仲係賺緊錢的話咧，其實你學習新嘢嘅機會成本係好貴嘅。即係以我為例，你假設我之前幾個月一直都有嘢炒嘅，咁如果我要學新嘢，意味住你假設我本身係炒啲中價股嘅，咁如果我想學新嘢，我想學 trading farmer low for low long 嘅，咁我淨係炒一個鐘。Trading Farmer 又淨係炒一個鐘，咁如果我睇 Trading Farmer 嘅 low flow 的話咧，意味住我放棄咗我本身賺緊錢嘅股票，即係例如可能係中價股，咁我本身可能做 short 多嘅，咁無啦啦花時間去睇 low flow long 嘅話，我個精神就會抽離咗。咁如果我睇 low flow，我嘅機會成本就係我本身可以喺我原有嘅機會賺到嘅錢。咁所以呢一個我都係曾經不斷咁去想嘗試學其他 trader，但係無奈地。我每一日都仲有好多機會，咁我每一日如果我可以 average 賺到500美金到1000美金，咁如果我去學其新嘅機會成本就等於500美金到1000美金一日喎，所以其實係好貴。咁所以我嗰個 moment 係有嘢炒嘅話，其實係應該 focus 喺 keep 住 sizing up，即係要諗如果平均賺500蚊美金一日，我點樣可以令到平均賺1000蚊美金一日？再點樣可以加大個 size 去到2000蚊美金一日？until 你 reach 到個市場嘅極限，因為你要理解到，你玩1000股同埋玩2000股個市場影響不大。你慢慢去 test 個市場，究竟你玩幾大先真係接近到冇得再大，係啦。因為呢個係如果你係有正 EV keep 住好穩定去賺錢的話，最簡單最賺得更加多嘅錢就係 sizing up。所以呢一個亦都係機會成本最低嘅做法。好啦，咁成個三月咧就開始，我自己就真係覺得悶市。咁意味住啲咩咧？邏輯上嚟講，即係我本身嘅 playbook，你當我本身 playbook 係5、6個啦，係冇一個 playbook 可以把握到喺呢段時間係可以 keep 住有機會。咁呢段時間意味住啲咩咧？就係如果我呢段時間係頭一個鐘都係賺唔到錢，又或者可能係賺100蚊、200蚊美金，即係意味住我學新嘢嘅機會成本係大大咁降低。咁亦都話到俾我聽，呢段時間係一個黃金機會去學其他方法同埋嘗試其他方法。因為萬一個市場再 hit 翻有我機會嚟嘅時候，我係冇辦法，亦都冇時間去學其他嘅方法。咁所以有陣時悶市，亦都係一個俾你自己冷靜翻嘅時間段，亦都係一個休息嘅 moment，去話俾你聽你可以嘗試學新嘢，增值自己，而唔係悶市我唔做啦，我去唞下啦，跟住等到個市hit 翻我先玩咯。其實悶市我覺得係要把握咯，因為唔係成日都悶市，你有好多嘢可以做可以學。咁個重點就係你可以喺 Kinfo 一個公開認證第三方認證 P&L 嘅平台，你可以揾呢一個月邊個 trader 仲係每日賺緊錢好穩定嘅，你抄佢出嚟，再加入佢可能course 或者 Discord 乜乜柒都好啦，YouTube 乜都好啦，去學佢交易思維模式。學完之後，你就嘗試去做 trading 師，慢慢去練習咁樣。我而家嘅做法就係咁樣咯。咁
我可以做啲咩咧？就係學可能 Kyle Williams 啦、Trading Farmer 啦，而家跟住或者係會唔會等多啲 Breaking News 嘅機會咧？Breaking News 呢一個係我之前喺 Lens 度我成日都冇做到，因為 Breaking News 好多時都唔係第一個鐘，好多時都係第二、第三、第四個鐘先會發生。咁呢啲都係可以悶蝕嘅時候，大家可以諗嘅嘢，而唔係就咁休息或者係輸錢，跟住賴個市好悶就算。跟住就下一步啦，就係、難得終於可以放鬆，我呢個月選擇咗去咗7日嘅新加坡。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好嘅機會，因為都係嗰句機會成本。你去旅行機會成本其實作為 trader 嚟講都係好大。即係如果你一個禮拜就5萬蚊，你去旅行就係、你去旅行你去就係5萬蚊啦，就係啦。跟住之後你亦都可以選擇開班，即係唔係講緊大家啦。即係如果你有交易穩定能力的話，其實你都可以選擇去開班。當你滿時嘅時候，因為開班其實正常嚟講，如果即係老實講，如果我每日賺到1000蚊美金、2000蚊美金好穩定嘅，其實我係完全冇意欲去開班。但係當個市場好悶嘅時候，跟住我有陣時唔知啲時間做乜嘢嘅時候，我覺得係一個選擇開班嘅唔錯嘅機會或者時間。咁所以呢一度就係咁樣去講一講，大家悶時嘅時候可以做啲咩？係啦，唔使話心情好低落，因為我見到好多人呢段時間輸錢，跟住就質疑自己、懷疑自己，有好多心態上嘅嘢。其實我覺得所有嘢都可以理性啲去面對，係啦。即係如果你輸錢或者冇機會，你要得出個結論就係你個 playbook 唔夠。如果你個 playbook 唔夠，你要得出嘅結論，你要揾呢個時間段邊個真係賺緊錢嘅人。再揾佢哋點解佢哋個邏輯呢個時間段都可以賺緊錢。如果你跟住呢個 process 去做的話咧，其實你係透過呢個悶市獲得一個大大嘅進步。點解呢個悶市之所以係悶市？其實啱啱我一開始有講，只不過係你嘅 playbook fit 唔到呢個悶市啫嘛。但係呢一時間段，其實佢個市場總會發生嘅。如果你可以 fix 到呢一個市場，你都賺到錢的話，下一個市場周期去翻呢一個 moment 嘅時候，你就可以用翻呢啲特別嘅 playbook 去賺錢。所以當你不斷咁去透過你認為悶市學新嘢，認為悶市學新嘢，但係其實你就會變咗，無論係上升趨勢、下跌趨勢、橫行，你都可以有辦法有一個 playbook 去應對。所以就係把握機會，好好地學習啦，就係咁啦，拜。